近排港股旺翻，斯摩爾國際6969都反彈唔少。呢一隻電子煙龍頭係咪仲未玩完？等微鏈幫你分析下啦。斯摩爾國際6969嘅業務確實有幾度幾穩陣嘅護城河。等我一啲啲同你開心些，再睇下佢跌完有冇機會東山再起啦。一護城河有幾深？技術龍頭專利霸權，斯摩爾係全球最大電子霧化設備製造商，靠 FuelLM 陶瓷芯技術食碗，專利多到對手眼紅，短期好難被超越。大客綁實，英美煙草、BAT 日本煙草、JTI 呢一啲國際巨頭都係佢客戶，長期訂單穩陣，仲有獨家合作協議，唔係咁易被搶生意。規模效應，佢嘅生產成本低過細廠，量產能力強，細公司根本冇得鬥，價格戰都唔怕。政策門檻高，全球電子煙監管越嚟越嚴，但斯摩爾早就攞齊認證，如 PMTA 新玩家要入場難過登天。而點解跌到咁慘？內地監管風暴，中國突然收緊電子煙政策，例如禁水果味煙，市場經需求大跌。但係其實斯摩爾主要收入嚟自海外，歐美市場仲好穩，美股拖累。之前美國 FDA 審批慢，加上全球科技股腳軟，市場情緒差。但而家美國 PMTA 逐步批出，長遠係利好。過度恐慌，投資者一窩蜂沽貨，但係忽略咗公司基本面仍然硬淨，現金流充足，冇債務壓力。三，有冇機會重返高位？樂觀睇法，海外市場撐住，美國、歐洲電子煙滲透率仲有上升空間。斯摩爾技術領先，食正大趨勢，政策利空出盡，中國最嚴監管已經反映，而家反而係低級機會。美國 PMTA 批出之後，龍頭企業市佔率會更高。新產品發力，醫療霧化、CBD 產品等新賽道開始貢獻收入，多元化發展減低政策風險。股價只係歷史高位嘅1/5。股價比起高峰期平咗一大截，只要業績回穩，資金好容易翻撻。總結，耐心等反攻。斯摩爾嘅護城河冇消失，只係市場短視睇淡。如果海外業務保持增長，政策明朗化，加上新產品有突破，絕對有機會慢慢收復失地。跌得多唔使驚，最緊要係業務底子硬。而家價位吸引，長線投資者可以分段收集，等風轉勢。你點睇？覺得佢仲有冇乜隱藏優勢，或者你驚啲咩？一齊討論下。仲有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我哋條片啊！